小司机来看这同款是意外不幸，站的9点外，彰化秀水乡民意街有一个老先生，无惊斑马线要过车路，和一个无驾照的姓王的少年仔骑车去弄到。这个老先生当时倒伫涂骹爬袂起来，后壁佫一台自用佫甲交过，最后因为重伤救无活。这个乌多巴去弄到老先生的力头真大，规台车佫喷去到边仔人家厝，据说讲停伫边仔车嘛被弄毛去，这个代志造成一死一伤。 阿伯过大路，一台机车骑甲真紧，弄到阿伯了后，规台车飞出去，冲弄到边仔的徛家厝，却弄到阿伯倒在地。想不到一台轿车无注意头前路，竟然直接甲阿伯搞回去。这边晚上不能开，所以他有的鞋他穿黑，所以有那个昏暗看不到。9点外是停边者。 啊！这最风就全降大去，规个弄啊，规个海去就对了。规台拢偏落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将伤者送去到病院。骑机车民众阿妈棍含骹手刺伤，阿伯是伤甲真食力。代志就发生伫咧彰化县秀水民意街，昨暝9点外，71岁姓梁的阿伯无行斑马线过大路，18岁姓王的少年仔是无驾照骑车弄到阿伯，两人倒在地了后，27岁谢小姐洗车经过，无注意头前路直接甲交回去。 事故现场的点仔高路，涂骹也有真侪火，机车弄到了后，飞到边仔徛家厝，甲停靠伫咧边仔轿车弄甲密密麻麻。系王姓民众骑乘普通机车，与梁姓行人欲穿越马路发生碰撞，导致行人跟机车骑士都倒地受伤。 警察做手笑，机车、汽车驾驶都无啉酒。姓王的少年仔送去病院了后，嘛无代志。不过因为无驾照骑车，造成悲剧发生。详细责任，警察阁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